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继续带您游宝山。宝山要发展观光，最重要的就是宝山水库，在这里环境清幽，同时有业者看上宝山的前景，有客家庄设置了第一间巴厘岛民宿，异国的装潢配上客家当季的竹笋餐，非常的当红。群山环绕、潭水碧绿的美景，新竹宝山水库散发着幽静氛围。民国74年，宝山水库落成，多了柔美的水湖风光，客家小镇不再静悄悄，多了观光人潮。其当日该水到积水场8万吨。从历史说起，在地客家乡亲亲自来解说，宝山水孕育了整个新竹地区。壮丽的吊桥，每跨一步都像在朝拜着生命之流——宝山水库。最重要水库，因为啥？佢到台湾传最多钱的一家水库，哦，后阳嘅水全部用呢家水库嘅水去，所以呢家水库经历下传到台湾的命脉啦，台湾经济的命脉哈。宝山的生命力就像水库一样源远流长，延伸出观光人潮，向乡野间扩散。草席屋檐，棕榈树下，仿佛巴厘岛不在远方，就在眼前。这是全台湾的客家庄里第一间异国风情的 Villa 式民宿。新婚的夫妻在这里拍下纪念性的照片。房间向外看，绿油油的景色，放松心情。休闲观光产业把游客都拉进了宝山，还有在地人也来了，是 Villa 最重要的人力资源。那其实也提供了当地的一个服务就业机会，给当地人一个比较可以享受在不一样的环境上班。当季的绿竹笋千变万化，热笋汤里加了客家福菜，冷盘蘸架用了客家旗酱，客家食材在巴厘岛风情里也能飘香。当然，绿竹笋很多地方都有在生产，可是我们用当地的话，没有经过1天的运送的那个时间，吃起来还是保障我们当地的竹笋比较鲜甜。小农之乡不再靠天吃饭，在好山好水的养育下，观光产业是宝山的新资产。水面氤氲如仙境，渺渺湖光流泻着宝山的宁静。新人的笑颜在婆娑树影下摇曳，幸福满意，见证客庄的感动时刻。